夫人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立个字据给你。我又没说让你立字据。无论是小笼包，还是水晶包，我都不会再吃了。将军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小贾兰豆沙包。吃吧，夫君。虽然不是你最爱的水晶包，但是是你第二爱的豆沙包哦。豆沙包，我也只是从前比较喜欢。啊，那看来夫君只是短暂的喜欢了一下豆沙包，还是最爱水晶包呢？夫人，将军早就不喜欢吃豆沙包了。我现在就去准备饭菜。我和你一起去。